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？为例啊。听说当年呐，毕老师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，看到你舅妈呢给你送了一个花篮儿，你一高兴呢，把所有的台词都忘了，有没有？有个节目啊，因为阿拉第一次吹红台呀，我们是一个盘虎当中的真勇，不是有2句上台引子，4句下台话嘛。那么我一上场一推上去了，一个妹子出来上，鼻子后人放结果是呢，下台把忘记脱了。问你去亲啊，忘记。哎呦，毕老师，那今天您看这个花篮那么多，您会不会也？今朝是花篮越多，我倒也不忘记了。那么你想起来什么没有？想，事体是想了蛮多了。从我先开始嘛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真是不容易的。课班里向嘛是3年，半年报书。要到报书的辰光，阿拉老先生死脱了，阿拉大家侪散脱了。报书也好报了，报了就我跳班嘛，到外头做小集团啊、小剧场去演出了。好的，小剧团、小剧场演啊，到底艺术上是不容易进步的。后来嘛，东山乐艺团、天虹乐团拿我挖得起来。那么到底进大剧团有规划。有导演，有编剧。阿拉过去课班里是2只乐子戏一组啊，后来就唱路头来，所以我是也是课班出身的，就是一路过来不容易，是不是？过来真正这个毕老师思路清爽吧？今天呢，我们剧组啊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啊，为你祝寿，来上蛋糕。这样啊，我们呢一起为毕老师唱生日歌，好不好？唱的时候呢，毕老师你可以默默许个愿，等会儿告诉我啊。咱们音乐来，好不好？生日歌来。相随，希望开来，一代要比一代好。祝愿齐老师身体健康，一盘艺术永远年轻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春华秋实。等会儿啊，这个当。起了。
满满的一堂。还有个，我要感谢所有的来宾，还有感谢阿拉全国各地的来为我给他洗菜，真是千句万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